采收过的玫瑰花田还荡漾着浪漫，一大捆鲜花小心扎起，含苞待放的娇艳是花农的最佳回馈。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早上采收的啊，对。哦，今日太丰收哦，今天大丰收。天公东照顾爱。哦，天公东照顾爱，老天爷很照顾我，对不对？对。的确有上天给的地利条件，台中新社日夜温差大，花季可延长，平衡供货量。你像这种花的话，就瑕疵品了，太短了，这个叶子太短啊，这样就不行哦。要留像这样子长。稳定的花卉品质，黄锦荣的玫瑰让花卉产地彰化田尾的花市也跟他切花。但是当别人趋之若鹜的经营观光花园多角化，他固守种植本业，不多想。你要顾你的花，要它种得好、长得好，不能随便乱剪。对对对。观光客怎么会懂？啊，就是不懂。所以说我们不要开放给他剪，要的话我们剪好，来家里拿，包装包好，我们就然后给他送他也没有关系。是怕费心栽培的美丽被随手糟蹋，黄锦荣的执着反映在全年无休、始终如一的辛苦上。就是每天一定要到，看它的成长或是有什么病虫害，都是要用心下去看。每天要顾一样。对对，每天看情人吃饭，也要把它当情人一样照顾。对对对。台风天要来呀，寒流要来呀，刮风下雨，那屋顶先掉，它都要来啊。啊，假如你的心情不好的话，你这个叫啊懒得来花园的话，花就全部都没有用了。不可以耍脾气哈。不可以耍脾气。在自己的本业，心无旁骛，单纯的做好一件事。就在这处花园里，我们又再一次感受到客家乡亲单纯质朴的个性。今本日太丰收，天公洞照顾爱。今本日太丰收，天公洞照顾爱。